會聽種啊！誒禮拜，你無頂一禮拜，咱聽阿花甲咱講咱小時嘅故事，是毋是真好笑咧？特別表你這禮拜咧，咱個真正咱個真正真正咩？榮幸 A 片，真正哎呦，家己講家己歹勢哦。拍攝啦，家己本家己喇叭。我係細講啦嘛，夾手井。咱只哎呦，屍體講，我冚到我咪係 sorry，就呢個地你唔對。咱這禮拜咱個請到咱嘅補習先生到中國來，唔是中國來，是邊個人？去到中國嚟做隻頭路。那時我講隻頭路阿花表聽。啦，伊是我個差呢，我隻頭路都就咁聽嘛，就我都可能叉住虎啊嘛，是潘頭路咯。潘頭路嚇對。潘頭路應該是加普通加平常嘅字啊嘛。我本聽叫潘頭路。sorry 卡沙巴多嘅。阿莊都想咁咪教個身體咗，你個特登唔是拍鵝咧，就是夾手，唔是夾手就拍夾潮，唔是拍夾潮就幫配。但係我搭幫配立咯，搭幫配。我幫西你有冇幫配？你冇幫配，喂，冇幫配貴嘅。冇啦，我搭幫配，我只招幫配嘅，我餓呢。是咩？我別貴咧，冇幫配是唔是因為人手嚟胖？我胖紅啊，到底你之後到底卡最坑出來，到底除出來咯。你想看那是講自己咱條幫西是特別用吹幫，你咁樣死哦？你咁樣死啊？你講？我咁樣死嚇！誒，我要做，我要做假子，我要做一個特別嘅，這個環節啊。我環節你講嘅。就環節啦，是做講咩事？你咁運呢？你咁運係咩嚇？你咁運係咩？嗰是咁運係咩啊？這是你咁運。你環節就叫做你咁運啦嚇。你咁運幫晒到底吹出來咧，嗰是咁樣用卡吹接背。我咁運用卡吹接背。冇咁想。誒，你嗰個我的義理嘛？係啦，哎呦，只係佢幫。你用卡住日本一行，佢一部好咗，好似到落嚟就是嗬，因為下面面日本嘅隻，下面面日本隻係落咯。哇！你卡車咪是真厲害。借到見啊嘛，下面面日本隻係落。你成佢你幾隻？你隻你行下湖嘅時，你隻行下湖啦，補你對你環照行下湖，哇！咪就落呵，就環照。你講你隻物件是你用錘仔開關。哎呀，只不過聽到我自己嘅回音，你那時只你行下湖，你只你行下湖嘅時，你只就行下湖，你咪是特啲你一sit啊邊嘛波波嘅你過嚟咯嚇，你係佢哋係只佢你看出嚟只掃，佢就配出嚟 good，我那只我那棒啊，這就而家叫做，唔係講緊佢呢一sorry啊，無穩當就係佢在弄啲日本只行下湖嘅時候，一笑掉，我當我就成日都行下湖，都是用卡吹只啦。所以馬仔後住嘅時都叫隻背時，佢哋主要你過嚟行下湖嘅時就受掉啊，受掉往這個事講啦。你係你歡迎阿龍，唔是阿龍嚇。是我到底冇咩嘅，或者你嘅人這禮拜一直叫做阿龍啊，阿龍啊，你阿妹阿龍啊，博士先生嚟過嚟嘅人參加人嘅這個節目。這禮拜咱咪講話聽就咪是再講這個阿龍是到底檳榔你到檳榔到一格來？是到我古早細漢嘅時，做陣做木牙海南村，係咧驚咩就搬去四金店背咗咧搬去蘇落頓巴間攰咧，我家己我搬出嚟，搬去白蘭鏈大樓後咧就是我較大漢點聲啦，咁捌物件，咁捌代志嘅點聲啦。係了，讀中學了，係了，畢業出來咧，出來做工嘅時候就搬去甲 M8甲女嘅朋友白大。係咯，我諗各位，哎呦，唔知有聽，你拍電話幾聽啦？我拍電話聽，係了，搬去 M8啦，係了，叫阿姨聽。阿姨，伊叫我阿姨咧，可以搬去熱鬧咗，搬去鵝來，我本對搬去鵝來咧，我就過嚟 M1，係啦，過嚟 M1。熱鬧是到底邊個嘅事？熱鬧是到底巴海。喲，你計冇計，你熱鬧都唔知，熱鬧咪是冇。我不聽過。哇！對，係為知道俾，為知道俾。唔止啊，你唔是覺得你講佢呢個就鵝盤啊嘛？熱鬧有一間鵝盤真正出名嘅，
我冇就就會剪咗出面，你就會笑話。哦，我去過一陣時到底係 stadium 啊，邊對面咪攞齊齊。嚇，對啦，我不食過，我不去過。上古啊，特別我上部咩去啊？特別我再講，就是我係你B2 complex 入面嚇，B2 complex 嘅位，隔天就冇係你，對，呢就是 stadium 就是係你 B 三嘅頭整時就落 B2。冇。B2 頭整時就落，嗱咁樣我嚟咧，我就攰嚟 M 妹，咧，我就覺得啲電影咧，我本時就係過處，我嚟 IC 上班嚟 IC 嘅地址，唔知我個地址，呢條線呢度嘅 Green Lane。定機啦。定對定機，我定機定滾寫地址本時我過處嘅地址咧，呢就是啲 Convent Green Lane 啊，會 CGL。哦 ，CGL。但係佢咯，家姐呢，我只是咧，有時真係坎坷那講邊個？我唔知你講，加坎坷啊！咩坎坷？我聽唔到啦，坎坷我都聽，我唔知咩是坎坷。是啦，你很流離失所，你只是嘅背啦，成個啲水定你試落版那是試嘅背呢咧，冇吞掉。試嘅背呢，係你冇所在要吞多啊，你個直啊係咩？哎呀，特別話吞大女嘛，去到 M 端吞大女唔是啊？有特別 M 成日我係厝人咯。你嘅 angry 正我自己自當做嘛，個爽嘛，但我自己厝人。你這是公司好你大厝，嗰是自己。你就笑啊！你就笑公司好你大。我都記得自己厝咧。誒，講我聽看，咱當然咱邊邊，當然咱邊或者即邊，嗰啲平城大，平城咱特別講平城，咱而家講平城呵。冇啦，平城會使啦，平城個厝原本咪。平城，咱平城嘅即生活，加即你 M 會生活有咩情差咧？我到底平城段咧，一年過去嗰邊 M 會是有蝦米冇關係？我地方嘅話咧，我感覺講M 會個紅病咯，因為 M 會只是基本有 bus 嘛，只是基本你按照講交通工具嘛，交通工具我表講。一般食紅餅咯，係啦，特指本是佢嘅啦，本是你只 H 啦，圖定是咧食紅餅，係咯，伊所在本加安怎講吼，加無邊領本加安怎線一過咯，因為邊領啊大所在規片嗰啲人大所在嘛，係咯，嗱佢鋪地咧就是規片嗰啲食物件位，嗰是規片規條路本是食物件，啊無就是規條路本是買物件，係咯，因為正咧較少安尼款嘅情形，伊較濟本是。慘白白，你大所在頭前有 shopping 嘅所在啦，係啦，有食。shopping 嘅怎講？誒，背個買物件。啊，買物件位。去街嘅所在，你通去街嘅所在，街。嚇，去街，係咯，根本都較線啊，無咯。所以講你比較方便咯，咁話正。你是上隻會大，你大會本通街有通慢慢啦。我頭先就試麥當勞，咧就試點正。哎呀，試 McDonald's 喎，McDonald's 邊咩？要試啊！關事麥。見啊，咱無講派話。麥頓啦，無講派話喎。對，我怕準備講，咩咪關。唔係，未使我立路。把他講未派話是，咱嚟個嘟姐啦。有時你即個你到底我是要講做咩事人嘅咧交通工具，咱其實到底咱嘅咱嘅蝦米公關啊，工具工具啦，工具啊，凊彩啦，差唔多意思。咱嘅坐巴士咩物件咧，可能transportation 物件。安怎講？我是垃圾啦，阮做咩事講咱無咩興你知道 ？because 咱家頭人較濟是有車對。唔是，你就想者，因為咱人無興，咱叫做換車嘅嘛。你想者，有當時唔是因為咱人換車，咱無興嘅咧物件咯，是有可能是你有想過，是唔是接落來，因為政府做得唔夠好，所以咱人迄邊嘅，咱人邊咧交通咧較艱苦，咱坐巴士伊也無講方便啦，伊也無講互你一個擺講。坐去倒落會買坐物件，你覺得用記嘅就講，我對厝坐4號巴士，坐92號巴士。啊，問講係咪巴士嚇？啊，無講巴士嚇，啊咧伊無成個 M V 就方便，就按怎咧嗬？伊規家就本就坐巴 stand 嘅嘛，係咧坐巴士所在啊，係車站啦，巴士站啦，加坐巴士站規家咯，係啦，就是講一條路咧，落嚟方向就講方向啊嘛，落嚟 direction 嘅嘛，這邊是路嘅嘛，係啦。即邊有一個對面有一個，就是講你去路咧無相嘅所在咯，
特別伊是站嘅名是啥嘅啫，就是講你愛啲 A 去 B 甲 B 去 A 咧，伊是兩個 direction 兩個方向，係咯，伊巴 station 呢是對面有一個，對面有一個，係咯，伊搭第二站咧有一個號碼喺裏邊，有一個名有一個號碼，係咯，你有一看一個標，一個 table 喺裏邊，一個標一個冊喺裏邊，伊甲你講下面站幾號去到落位嘅。係咯，你就你會講你見你朋友做，阿 John 呢度到啲位，我到啲 A B C D E 啊，頭先有一個站叫做 John 咧嚇，我去傳 John，我就會傳到你厝啊，個紅燈啊，是，特別如我是垃圾咧，我是垃圾講，because 是咱到啲邊樣位嚇，咱嘅before 咱，你特別你 planning 啊，特別 government planning 啊，就政府特別 plan 啊，特別我是垃圾講，咱邊樣叮當咱無，因為咱目睭幫無夠會咯。咱無插是人本好啊，有啲些政府咪是講要做啲電車咪骨頭嘛，是人反對嘅，要死啊對。老人嘅咁樣，冇讀料嘛。冇讀料，特別是嗰時講有特別咪是有人反對，講嘅是哎喲死歹看啊，做啊咩物件，嗰人反對。有時當叫人坐車咧嗬，就準備較濟人坐車，時就講哎我做咩事要用誒，或者你政府去了，你坐落起來起嚟物件，我都坐車啊，所以嗰人本身唔是干那政府嘅咯嘛。咁對邊咧，人讀車嘛，咱特別受苦嘛，咱特別啲幾多位咧，讀1點鐘2點。就是有啲想話咯，當今，because 咱無起啊，咱無起嘅物件。你注意看，咱就是你對邊咧，你注意看啦。其實就係咱有正一個車站固定過咗，伊有一個名喺邊嘅啫，就是講咱愛做嘅物件，就是去利用這個安尼車站啊，咱要好好寫一個名，放一個號碼，係啦，伊擺個了擺。車水路。車水路嚇，成講你去迄個站叫做車水路站，23號嘅巴士去到迄邊，即係影嘢嘛，是咱人講垃圾講是咱嘅政府分段啦，無做代志啦。我是看你分段過去啊，我垃圾是有啲上班咧 ，because 你當今條，你每看邊兩個下，咱個在每人看，咱起來講咩嘢想下，但是你就啲邊兩段啦，當今上就講啊要落坡，但是講伊坐巴士方便嚟講，你要坐買坐，有人冇買坐喎。你特別好像。嗰人條件啦，伊把方便了固定去。係啦，冇，咱是講，是專門隔兩物件做嘅時候真係好事呢，可能我看冇有人冇買借哦。未本咯，就是講我個計劃咧，我就成間借咯。我厝嘅人，我講啊，我兩個了啊，我講講句啊，一門講有巴士話咧，因舊民借巴士，因為華車我講嘛。個排白車誒，白車個路。你華車佢要正選咋？你冇正選你係當車嘛？我特別做啲嘛，係你坐巴咩嘛？有人學晒你嘛？你起碼先坐掉嚟。我是自己本身，我自己本是暑假，我自己本是暑假坐你公共嘅車，無插是坐下面滿好啦。你是啷個事？我是講啷嘅你紅色係教者是紅色係。哈。咱馬來西亞紅色當人 especially 啊。咪是超寬咯 ，because 啊，你不要講，你就是到底新加坡還是到底中國，你就是做沙拉嚟講嚇，你真係嚴嘅法律嚇，你真係唔敢嘛？你到底馬來西亞嚟講，咱個淡薄 relax 淡薄嚇，所以你去做是蝦米物件，垃圾咪巴士㗎啦，是自己做嘅，咪是啲自巴士人做嘅。對咯，佢哋不敢啦。咪骨頭個咧話，隻物件亂七所吃啊，因為是變做人為蝦米嘢嘛，變做佢哋無派做咗，就是because 咱嘅淡薄巴黎啊啦，是淡薄咧三百減啊，會。有當時看埋到就下水咯，對邊咧看到伊咱巴士比人 M 會差得濟，嘅下水。特別別啊，別喺邊嘅，你實對起是通食咧，得 M 會通食。是愛話咧嗬 ，M 會就看考貴咯，因為 M 會物件頭一項無啱我嘅口味，無啱咱人馬來亞人嘅口味，死馬來亞人馬講嘅。喺味上冇啱咱食，第二種是因好食嘅物件，會比咱較貴咗，會真貴咗。乜物件好食誒？你這禮拜講嘅你話題呢？話題啊？安尼簽呢個？冇安尼 serious 個，安尼正經這個冇好笑。真嚴肅嘅話題嘛，這個禮拜講嘅嗰時。有時小可咱人特別做邊啲人做現代邊啲人，咱特別盡一份嘅力。喺咱這個社會裏邊特別有貢獻嘛。哎呦，咱暑假蝦米物件，咱愛蝦米物件，咱買蝦米物件，咱特別講學這。咱唔知這個會聽講有蝦米想法吼。
細期待幫嘢試下可能是愛。係那想無爽無俗嘅啊，你未啲嘅物件，你特別講出來，可能知，啊多多嚟去反對。笑無笑，阮好阮就講。咁上我是唔是使嘅？啊，笑無笑會咪講笑嘅物件就要好好去表揚嘅咯，啊無笑嘅物件就要好好去講。特別呢，嗱講是講啦，特別是人家就是好好嘅事就冇講啦，冇好嘅事嗰啲講。人成呢超寬。你無垃圾嗬，可能邊啲人咪講邊啲人佢馬來亞南嘅事上是嚟款嘅咋？伊樣就是講嘅咧，都就好嘅物件，有就係得好嘅物件是唔係講，無好嘅物件佢唔敢講㗎。咁樣笑裏邊咧嘢。你後尾嘅嚟講。後尾就講嗱做鬼啊嚇，佢嚟講成間喺裏面就行咁，佢政府本稅本啊，但係佢哋佢嗱你呢物件成咁啲，佢哋停橋係俾啊佢bằng佢哋佢嗱破你想係邊個食大硬花呢？佢嗱站咪開啊，就係佢8萬二做緊你開啊。係咪開啊？都唔知。都唔知，佢哋underpass嘅啦，都就係都人嘅，誒Island Park Island Glaze 邊頭先唔少啲 underpass。我未見到 Island Park Island Glaze 就得啦。哎呦！就你當咩邊個路過定會嘅？路過有地巴過嚟。哦嚇，對。有 underpass 嘅嘛？哈。underpass 頂過有一個 roundabout 嘅嘛？哈。醫學館嘅嘛，有隻醫學館嘅嘛？啲醫學館頂過咧，入去唔知道你咪死人物件，你捐下破嘅你係咪嗰時啲關？誒，我哋記你記哦，我細漢嘅時啊，人講起我細漢時，我只係個看你知啦，係個酒店嘅厝嘅頭前曉。嚇！就點樣頭整是唔是？伊大大女嘅，你啊大紅花，你叫？你都記叫？你人哋係 jetting 會唔就這些禮拜是一個關嘅咯？依邊本身大大女啊大紅花。哦，對，講伊是正樓嘅曉，是正樓邊曉。對啦，冇嘢咯。哦，係對咯，我真驚你喎，定到時。我同你講東西，我唔知你看到未？因為你冇你電視對嘢啊。我係抗5年頭，一年整嗰當然。一年整嘅話咧，應該是有背，因為當然假嘅嘛，一般是嚟上個 waterfall 咪就水嘅，噴水嘅物件，正水嘅。噴水地。就水咧，伊想是一粒雞蛋嘅殼破去了，伊流伊嘅內剪出來嘅款。會食嘅。我唔知，佢哋是演食嘅。我試過我全下3次就講嘅。啊，你意思到啲？你是正樓冇嘢咩？一老古地個，一老橋我就屬於咗一隻七鬼啊，一老嘅啦，嗰隻畫鬼啦，係啦，一頭整嗰啲一個滾地滾啲畫嘅啦，聽嘅啦嘢。你唔是㗎啦，無好嘅人平時喺物件有你先保本。有隻好嘅，點解隻物件？對啦，邊個妹咧？我嗱實講，有好嘅就是講，咱第一點咱有隻所在食物件咯。第二點就是咱有隻所在去借掉成版本就成講你 Starbucks 啊、coffee bean 咧所在啊。哎呀死！你唔係話 edit 咗，嗱就咪見到好明。好嘅，我講好嘅物件，我冇嘅物件，咱介紹。唔係，講佢 statut 嘅是 statut 嘅 coffee bean 啊。唔是個鼻子。個鼻子費事，個鼻子。我你跳你陪你做咩 practice 淡薄啊？到廚師即禮拜啊 practice 什麼？我講下面名㗎啦，冇講佢嘟就對啦。我你咪聊啦。所以講你學自己講頭啫。時候我嘅講。mang sao trong tòng quy nào phải lẽ là hay go to drive được nhà họ mình sẽ uống chị anh có thể tiền với đó em mới trên bộ anh cho em mới cái sự quyết tâm cảm này khác gì à mẹ gì à sao có nó ít只只數就是只話球嘅時候訂股嘅時候就佢家一點咯只人講只物件只嘅話咧我較少只較只愛只物件嘅話咧你過了12點咧然後我肯定有陣只麥咯麥多嘟咯麥多嘟我冇俾得講，我冇到啲特路嘟頭整嘟獎咩？青菜，麥多嘟嘛，麥多嘟是40針整都有嚟，係了平時攰得就變咗冇嘢食啊！冇就是幫咪曬嘅，有嘅只你 barbecue 嗰啲物件啊，你就只咧就個苦啲嘅落邊就 barbecue 啊，你鹽椒啊，呀，到啲嘅落邊，你會唔會你話我唔知我買起過M啦？你當時咱講邊個人？馬來西亞人是淡薄嘢，你食淡薄巴料，食淡薄個湯淡薄，唔是講個湯，陣間即係食物件喺度做陣間就上半人排隊啊，然後啲物件你知唔知？淡薄是水款，我就未打開，啲 M 人換咧。M 差不多呢，M 嗰個亂過。係啦，我是真。但把聲啊，佢把聲點聲，佢就知啊。
佢又知，一知嗰啲裏邊咧，我覺得摸咧決定把摸啦，迄個司機啊嗬，所以講佢特別學先嘅人特別起來，起到裏邊嘅人佢未講學買嗰就可能起來啊啦。嚇，是唔是哦？咱是個即是咱嘅，咱是即是咱嘅 Asian 叫做咩？亞洲。亞洲啦，亞洲，咱亞洲嘅人嘅 mentality 啊。我諗唔是咯，我諗 education。我那時候咧，我其實都學誒妹咯，即係妹咯，學要可能會做咯，顧個好嘅咯，因為呢啲嘅你話條啲嘅，是咱人馬來西亞人咁話解，我講買嘅咋。誒妹你看到一啲有物件病，你就一啲有物件做嚟做好嘢。你煩惱三年過啦，你嗱曬講真係物件做好嘢，我同你講古早嗬，我有常常講佢食物件，我都會知道啊，因為人嗬這邊嗬，因為佢食物件咯，佢麥當勞食物件嘛，係啦，麥當勞食物件咧，佢 order 佢訂伊嘅物件，咁就排隊嘛，係啦，佢講伊安尼節目來食時，我真係無法度嘅，無法度咯。我成個未識沒有度啦，你麥當勞冇度啦，時間我話阿冇食嚟，係咯，第一個咧我。係我唔知，係我冇看到嘅，我近日看到，係人寫呢個。伊講人佢食麥當勞，你唔知啊？嗬，麥當勞唔是有filet O肚嘅咯。filet O肚就好食嘅嘛。啦，用 filet O肚用買物件啦，會講你食個 filet O肚咧，可是用蝦米糊做嘅。係啦，就我未好打邊錯，嗰陣時候都未講。糊嚟咯。都是用糊咯，蝦米糊啊？中國人食物件。真正細緻嘅嘛，用煮甲真濟物件嘅嘛，你在中國出名食物件嘅嘛，用一項物件煮甲幾百項款出來嘅嘛，係咯，食蝦米糊啊，用食會研究嘅，你咧普通厝內面嘅人煮食，用不食研究講煮蝦米糊啦，煮麵包啦，安怎煮啦，有食一講煮嘅辦法點樣句，會脆啦，會煎啦，會蒸啦，會炸啦，一特別我唔是我唔知本來是你問我是蝦米糊，我本未曉咯。但都唔知啦，咱啥只知啊，然後就蝦米糊咯，就嚟知。你正是安尼，無講聽，即是麥當勞嚇，是美國嘅公司嘛？美國是安尼，美國物件。你是食糊就是糊誒，食少當然較好啦。但是你去食你快餐嘅物件，咁咱唔是食，即是糊咯，即是雞，即是白啊，你咯。你無講叫啥人係咪？即是啥物糊啊，咩龜膠啊，即是你咩紅棗啊，有時紅棗先嚟講話紅棗。對咯。然後有時嚇，有一個一種就是我唔是講，你哋成日講你麥當勞是被吹度，你個表記，你是係試下麥當勞咧被吹度，撩啦，咁是撩鞋咯，你是麥當勞咧即係吹被吹度之，你個表記你是啥新嘅物件，你特別惡啊，你別話到，我是講有人是超寬，有人成個我到底即我咪講就係得隻飛機。是對起啫哦，阿玲對起，唔知阿玲，阿龍，阿玲，叫咩啊？阿龍，我個拍對係呢個好啲。時我是講這是阿你，我到底背機下，但乜對起啫？我是講有人你未曉物件是未曉，有你物件你會學，特別有你是超寬就歹嘅你知道 ？Because 你叫人排隊，我對起，明白嗎？就俾佢講。你啲幫曬啊！你是咪是有你人係啊？安尼亂，電視機啊！亂嘅，安尼物件，我後尾我開一個房伊啊，迄個房我放一個咁亂嘅物件。哦，我上去看電視機。冇，唔是，我出電我未試。怎麼講？坐飛機啦！我講坐飛機嘅時候，可能排隊嘅啫，即係我唔知，即係唔是檳城人，唔是馬來西亞人，但是。即是咱亞洲嘅人就對啦。哇！冇啦，唔是亞洲人本就係種係。是本。你講我對亞洲嘅啦，對亞洲是較濟些。我講聽係咪咱咪得罪人啊？是我是古拉薩條是即係咯，教育人講教育咯。有咧是冇咩教育嘅時候，你就淡薄愛成行書咧咯，那個行書啊咧。你是正哎呦唔知啦，你聽到是。嗰時個朋友對佢架你美國人對佢是介笑笑咧，成間人冇排隊嘅，就講即係 boarding 嘅時候，哇！佢搭隊人啦，戰氣你冇以為啊！是嗰時間笑成個垃圾喎，所以講各位聽眾啊，那時你是本嚟學見嘅聽眾啊，不知時候俾家事人者，人
唔知啦，我若沙是計小事啊，都冇嗬。對啦，唔是講阿婆嘅就是好啊，唔是講阿婆嘅就是好，唔是講白人嘅就是好嘅。特別咱係應該做好嘅時候，咱就應該做好咯。對，咱唔是講係咪人嘅時候，咱只是咱講，就是講你學難，咱講亞洲啦，咱講日本啊誒即個嘅教係咪？即個咩啊？日本啊教家事，是唔是嘅日本啊即個方式嚇嘢？教者樣個了卡，有陣時較有 orderly 嘅咯，我唔要講啊，講頭前咩？講笑嘅時候講頭前嘅物件我唔要講。韓國人唔是咯，我去韓國去做工嘅陣時，本是幾叫人嘅咯，你一巴嚟啦，排隊排㗎，唔知排㗎頭前落，排㗎後尾落去啊，就等。啊，係咯，少少。你誒，人哋聲冇嘢，最先啊？喂先啊！你會聲冇嘢，當然有啦。有時有人講係真正經喎，當然。你講到正經嘢嘛？我真正好長嘅咧，我是打我咪是教我俾我咪去食 KF 嘟咯。KF 嘟裏邊都隻 KF 嘟做物件，未正經嘛係嘛？係咯嘛，白去食物件。係啦，食得好，有一個安迪就一見到一個激咗，一坐啲朋友就，一坐啲啦，一等就久嘅就，我哋食，一等就久嘅就，係啦，伊嘛打電話拍電話，佢講，伊啲到落去等啲厝嘅人咯，伊厝人啲路位咯 ，on the way 啲路位又未來個嘛，係啦，伊有條位講啲阿媽啲到落位咗，伊就講話，我同伊買啲麥當嘟啲位咯，係啦，我食啦，然後上嗰時時，然後就要做好先，家人掂就攞俾個 auntie 講，auntie 都同啲 KF 都做啲名多。我冇講啦，特別椰樹人，佢吹到依咗，奇怪咗啦。就攞嗬，名多都個 KF 都做假會嘅咗。按照椰樹人，梗係冇講自己樹人佢有會嘢嚟咯。我覺得奇怪啦，按照。明明地方面前講，我當面啲麥當嘟嚟邊單磅啊，係你啦，白雜嘅麥當嘟就已經講咗，先至講，大家以前認為正嘅，唔是認為麥當嘟你字就有可能咯。少，就是咩事會，好似我直接特別變緊嘅時特啲 M 會。M 會，變緊人未啦，變緊人麥當嘟都 already 二十幾年，應該是冇人翻隻數嘅啦。咩二十幾年？有你估咩？冇啦，有人估我，叫我細細就食咧喎。你少人啊？咪好咯，唔是啊，我入落去嗰度時候，係咯，估，我去命到都就物件，唔使去排隊咯，係啦，因幾節會你包咗，你喺動畫講扣個殼啦，扣腦殼咁啊，有時都俾一個你8塊，你俾人平時12塊，好啦，一日你動畫講下小姐，我要這一個。好啦，以後再看一段啦。喺寫到這條段咧是 KF 嘟嘅黃金時。你話冇可能，我頂住禮拜我恨是用這條段。冇可能啦，安哥，這裡是 KF 嘟嘅黃金時，麥當嘟嚟食 burger 嘅。太笑死人！係啦，即係等我都講嘅嘢就好似佢哋你嚟自。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夠厲害啊！真厲害啲。你是唔是你隻股你到第每度幾年啊？2年幾咯？哦，冇講幾年股個啦。冇講就幾年。我試我一年對邊人一刀，嗰是第一隻2刀呢嘛。哦。我講聽我是我大正10年，我差唔多對去巴魯加幾刀呢？一3-4刀呢可能嚇。冇嘛，都變貴數嘛，點？會啊，個貴啊，個會啊，個做工啊，個未提放假。我正個朋友正每去邊咧 direct 翻落跌行啊嘛，是跌4兩正8嚿咧嘛，啊個正3000幣人民幣3000幣塊，夠所謂夠半一檔咯。一陣這禮拜咧就捌掉一個。唔是傻，或者即個阿龍，但係時我你拍對戲嘅時候，我佢拍，你時時講未掉你名，你不知去聽嘅時候，你就聽到啦，即係。要你計冇解釋。阿龍，我哋叫阿玲，阿龍，誒係咪啊？阿龍，佢係嗰啲個參鄧冷嘅時候，你叫阿玲，嗱叫我頭頭會叫我講啊，你咪是玲咯，玲咪叫阿玲啊，咁咪使叫阿玲喎，佢成隻阿玲嘅咧，佢掉一個笨玲，又即係笨古玲啊，古玲啊。你講古靈係講古尼啊？有人講古靈啦，
牛年是新加坡人講嘅嘛？迄個牛年我老實講唔是福建話，是參調就話嘅，應該是。你啊，年啊，唔好講年啊，講年嘛。特別正每半就係人講牛年本年。誒，嗰時咪叫你講係咱，同埋咱講時候，同埋頭前時講咪個笑，同埋後邊了時咱講個笑唔計。頂之時候，咪是喺你邊人驚，咪是啲咱嘅你 comment 入面寫講有去嗰啲面，嗰啲去讀嗰啲兒歌呀，兒歌咩？啊，囡仔歌啊。是唔是囡仔歌啊？兒歌叫咩？嚇，你去聽你念你囡仔歌啊，係。有時嚇我講我頂住我唔是我講我未講嗰啲你去檢車嘅咯，睇人仔得落下我當然快除掉 ，because 因為我哋冇上嘅 version 就較長嘅，你知喎。嚇，呢隻叫做我去聽呢是我講我係學啦，唔是我係學我學啦，是講去檢車十個名，請你估我嚟念第一少少，行落俾見招俾幾白，行落俾赤俾幾塔，行落俾白。北俾幾波，行落俾抓俾幾粒，行落俾卡卡俾幾青，行落俾咖喱糕，請落嚟鐵頭後面鐵頭當磅白隻另一特。誒，當磅係咩嘢？我唔知喎，forum 咪諗唔知是當磅。特別因為我想講，我頂多四係想講你當磅你去當嗰啲磅嗰咋，你私人嘅磅啊。特別當磅我嘛講是當磅是上個是迄個牙裏面嘅牙線嗰就叫做當磅。哎呦，簽啊！誒邊人驚你去 check 看 research 看去吹去研究隻看是唔是迄個 ，because 我係罵啦，我罵應該是大過我爸母講嗰時迄個當磅是人南邊嘅啲牙，你知牙線冇？你知牙線係咩？我知你牙開起嚟裏邊你有注意咗就咯。唔是牙線唔是牙，唔是到啲牙髒，唔是到啲啲牙係裏面嘅，是到啲一個叫咩啊？一個牙髒嘅裏面嘅咋，唔是到啲牙嘅龜子牙嘅籽裏面嘅，是到啲啲髒裏面，我見嘅都有隻白嘅啊，叫做牙線。OK。是特別頂住時候，我個吹掉，我個吹波啊，同學當見，唔會講是不啦吹波。頂住時我看到一個樣寫即個你囡仔誒你物件，等我幾看下先。伊有一個較長嘅咋，伊有一種較長嘅 forum 嘅咋。哎呀，未啊，當然 website 個派。แล้วเป็นอย่างสองสาม係你อันนี้กินอากัวกันแล้วอ่ะ本時。你學咩？我冇學，特別你學起直接。你邊咧驚唔少介紹一本冊咯？你講咪邊咧咁要 run 唔知道對嘢你物件，你睇我聽得冇，我叫我俾好似俾我，特別係叫我個，你叫我啦，我為那個 N 叫啫，冇叫邊咧驚小可放特波啊，諗結靚啫。誒，你老實講邊咧就是見阿掛嗬，咁咧本時假牌見啊，係啥咪啦呢嚟當崩，阿伯俾阿崩跌落去，阿伯就夠曬啊你啊，係你咁咧本時阿媽嘅阿伯啊就冇得罪嘅喎。跳住條你過去，佢講緊一個佢俾阿崩，好啦，佢咪食夠曬喺度。跟住特別我咧有清楚佢就冇上嘅，本來啦呢啲人崩阿伯，阿伯俾阿崩呢度喺阿伯就夠曬，嗰個咩啊？嗰個法理個誒，我係其實最攞最冰，就把做冷冰。就係你講你咁樣本事，最攞最柒，就把做冷柒。咁咧本時假牌見牌。嗰個咩？佢上學嗰啲記係咩先係我鬼？我上未記咗咯，是因為老咯，先老啊。叮當叮，係咯？冇叮當叮嘅咯。或者是啷個講啦，或者是啷個講啦，你車來是啷個講佢。但係我俾 try 佢咧，Chinese 咧 Jari.com 特別個依個 website 個牌。應該係只一人去嘅數啊，當點？即係說先正就一人去讀你見下掛咩？唔再咧奇怪咯，重點先正應該是嗰啲冇啲處嘅條嘅嘛。你平常時冇咩傾接嘅咩？你？嚇！我把除掉，你能搖歌嚇？哎呀，是不是上個家裡嘅牌？你講咩？但係我講你平常時冇去傾接咩？冇啦，冇出去啦。誒，你係應該講住你物件咩？你話地嘅亂嘅，你話地嘅酸嘅。又今日刷啊，擼哦！咁乜事擼嘅問題哦？亂我是提車擼嘅個。咁乜事擼咯？
我個影嘅羅人嘅影嘛。講起檳榔嘅妹之間顧下面物件，嗰邊清茶嘅。免清茶咯，because 咱35分鐘，一路不肯清茶。哎呦知啊，我有得貴呢，你目睭隻呢？目睭隻呢？我白白隻。目睭隻呢？點先到？卡嘴就別。目睭隻呢？卡嘴就別。你是用卡嘴隻行眼糊啊？兩個會聽講。誒，啲卡嘴隻嘅行眼糊是定單落禮拜是咱馬路甲講嘅。嚇，馬路甲講嘅啦，點我？馬路甲講，暫時馬路甲講嘅。OK 啦，所以啦，各位聽眾哈，誒，快咱再見啦，嗰個啦用卡嘴隻行物件是啦嚇。OK，阿爸粿條湯嚟食阿爸粿條湯。OK，真做少個卡嘴行。OK，拜。唔是拜，再見。